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6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8天。前线总共记录143次战斗。这个热点的战场还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根据多名乌克兰军事博主的报道说该地区目前乌军已经转危为安。在8月7日的战斗中，乌克兰空军出动了4架米格29战机，投掷小直径炸弹轰炸西南俄军突击机群的集结地与弹药库。乌军地面部队趁势出击，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乌克兰前线的死亡地带正在不断扩大，从以往靠近交火线几公里范围延伸到现在前后各达15公里，甚至未来可能拉长至60公里以上。这种变化并非源于大规模的推进，而是由中程无人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引发，也就是无人机现在覆盖的这个战场的范围越来越，你进入这个地带基本上就进入一个死亡地带，就是无人机随时会打前线的每一次动作，每一次调动都变得更加凶险。8月7号，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风暴翼远程巡航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根据电报频道报道说该频道报道，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击落了9枚风暴翼远程巡航弹道导弹。据判断，这些导弹是从乌克兰的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发射。据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叫拉兹沃扎耶夫称，该市已发布空袭警报，居民被要求进入防空设施避难。莫斯科时间8点22分，克里米亚大桥交通也已关闭。8月7日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使用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当时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上空拦截了1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黑海上空拦截了8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俄罗斯国防部呢都是轻描淡写风淡云轻实际上根据这个乌军提供的视频乌军的风暴翼巡航导弹轰炸了这个克里米亚很多俄军的这个防空基地，并且摧毁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这些基地四处都在冒着浓烟。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完这个哈尔科夫以后2025年8月6号又视察了这个苏梅。这是泽连斯基应该是第2次或者第3次去苏梅州视察苏梅州呢就跟俄罗斯库尔斯克是挨着的。在苏梅州泽连斯基视察了第225独立突击团，该部队为首个突入库尔斯克州的乌军单位。一方面说明这个泽连斯基非常重视哈尔科夫苏梅这个地方的防御，因为这个普京要求俄军在这个地方建立缓冲区，看着俄罗斯的这个想法又要泡汤。第二个方面说明，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其他战线，乌军现在是转危为安，也就是没有了这个不像前几天那么紧张说这个卡索菲亚尔或者是波克罗夫斯克都已经失守了。目前看似乎这些地方还在争夺之中8月7号，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苏罗维基诺火车站遭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火车站燃起了熊熊大火。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说他说由于这个俄罗斯在年底前还要再动员10个师，所以说乌克兰别无选择，也只能继续动员措施，完善作战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无人机作战能力。我们再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8月7号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是按照一定的模式构建的，包括3个阶段。接受沙环保采访的专家发表了这个观点，说该媒体的观察员伊利亚·格洛夫涅夫认为，北约反俄计划的第一个环节是信息破坏。他说，在数字环境中传播虚假信息是由北约网络部队进行的，而不是由黑客组织进行的，后者只是起到掩护作用。这一块这个北约的这个网络部队再厉害，就造谣这一块那谁也比不上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也就没有必要谦虚信息战这一块俄罗斯还是担任不上的。北约反俄计划的第2阶段是海上施压。俄罗斯政治学家德米特里·罗迪奥诺夫指出，地图上出现了4个北约可能对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的关键区域：北极、远东、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位专家说波罗的海局势最为危险，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敌对双方可能会封锁芬兰湾，切断俄罗斯列宁格勒和加里宁格勒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波罗的海还是黑海基本上都已经被北约捏住了脖子最后阶段是直接对抗。俄罗斯政治学家阿瓦表示，北约部队可能会从无人机袭击转向俄罗斯海岸登陆。据他说，该入侵方案
早已在中东进行了演练。阿瓦认为，俄罗斯的任务是掌握主动权。此前，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新闻局报道称，英国情报部门在北约盟国支持下，正在制定一项在国际水域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计划，以便为对俄罗斯影子舰队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提供依据。这都是好事啊！总之让俄罗斯人睡不着觉啊！俄罗斯人现在是紧张兮兮的啊！这个美联社报道，在荷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欧元防空设备、弹药等军事援助后，北约已开始协助成员国定期向乌克兰运送大型武器包裹。当地时间周二，瑞典宣布将与丹麦和挪威共同出资2.75亿美元，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反坦克武器、弹药和备件。预计本月将有2批装备交付，大部分在美国采购。北欧物资计划9月抵达，这些装备基于乌克兰战场优先需求选定。北约盟国将负责寻找并运输武器弹药。北约周一表示，我们将迅速准备好援助包裹并定期发放。欧洲盟友和加拿大的援乌装备主要由美国采购，因其库存更充足，武器更高效。特朗普政府则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新交付将建立在现有承诺基础上。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截至今年6月，欧洲国家已提供7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援助额度为650亿美元。这说的是军事援助啊。8月7号，根据这个新闻周刊报道啊，说美国已向库尔曼斯克地区的俄罗斯核潜艇基地派遣一架波音 WC-135空军间谍飞机。该报援引这个门户网站的数据写道，美国空军的 WC-135飞机从英国东部的主要基地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起飞，然后沿着挪威西部海岸向北飞行。也就是啊，这个特朗普啊，不仅派出2艘战略核潜艇，不知道趴在什么地方，现在还要派飞机啊去监视俄罗斯的核潜艇基地。芬兰将于2025年向乌克兰捐赠31辆用于救援服务的专用车辆，主要包括消防车和救护车。今年1到7月，芬兰向乌克兰民政部门运送了32批人道主义物资，包括发电机和医院设备。根据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称，流亡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正在为今后回国发动武装叛乱进行训练，发挥关键作用。报道重点介绍了波兰叫波兹南市附近的一个营地，该营地由白俄罗斯安全部队协会建立，这是一个由来自白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前官员组成的组织。这些人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后逃离了该国。该组织领导层声称，类似的战斗训练课程已在波兰开展了几个月，新兵人数达到了数百人。报道称，新兵训练营里的新兵都是普通的白俄罗斯人，这些人需要推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领导的政府。这个流亡在欧洲这些国家的啊，有白俄罗斯的，也有俄罗斯的。俄罗斯有什么自由军、志愿军一大堆的啊，对吧？这些人在海外接受训练，一旦俄罗斯内部出现问题，或者白俄罗斯出现问题，这些人就要进入白俄罗斯或者俄罗斯，要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这个卢卡申科啊，可以说是寝食难安。所以这个8月7号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啊，他说白俄罗斯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震惊。卢卡申科说啊，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邻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白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恶劣且咄咄逼人，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我们的特种部队感到压力最大。卢卡申科表示啊，出于这个原因，白俄罗斯克格勃整个安全团队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卢卡申科曾表示啊，在国外仍然健在的纳粹刽子手在国家层面受到增进，而死去的刽子手则被称为圣人。据他说，纳粹犯罪在第三帝国政权被清算后，在海外寻求庇护。卢卡申科指出，他们激励了新的效仿者，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冲突。总之啊，这个卢卡申科抱怨波兰和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啊，收留这些反对卢卡申科的，而且要训练他们，随时要送回来，要造卢卡申科的反。那这个卢卡申科开心得了啊！这2天最火的就是特朗普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去莫斯科啊，见到了普京啊。今天啊，根据媒体报道啊，这个维特科夫跟普京这次会晤呢，你要说没有成果吧，好像也不对；你说有成果吧，确实也没有成果。怎么说呢？这个维特科夫啊，带来了一个对特朗普来说也都是好消息啊，就是普京愿意跟特朗普见面会谈。特朗普8月7号，这个发帖子说啊，
他说我的特使啊，维特科夫刚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取得了巨大进展。之后，我向我们的一些欧洲盟友通报了最新情况，大家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为此努力。感谢你对此事的关注。特朗普宣称啊，这个维特科夫啊和普京3个小时的这个会晤啊是有益且富有成效，称之为高效务实的会议，并且他认为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同时特朗普也承认啊，他说并不认为这是突破，这个大家自己去理解啊。这个维特科夫和普京之间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不是破，就是取得了没有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不太好理解啊。根据这个《纽约时报》啊援引2位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打算在下周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并在此之后不久召开一场由普京和泽连斯基共同参与的3方会谈。报道称啊，特朗普在周3与欧洲领导人电话通话中透露了这一计划。计划中的会谈将仅限3位领导人参与，不包括欧洲任何代表。这个在白宫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记者问这个特朗普啊，说普京和泽连斯基同意举行峰会吗？将在哪里举行？什么时候？特朗普说啊，他们很有可能会晤，但我们还没有确定在哪里。不过我们今天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对话。然后记者说了啊，请问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特朗普说，我不预测，也不愿意多说。我过去对这方面失望过，也就是过去啊，他的很多愿望都经常性的落空啊。然后又有不着调的记者啊，继续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寒碜这个特朗普说啊，您说过，如果普京在暗中操纵您，您就会知道，您凭什么确信他这一次不会这么做？也就是这次约你见面，不就是在耍你吗？言下之意啊，这个特朗普这回也失去了啊。他说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在几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告诉您。也就是说，我现在也不确定啊，这个普京是不是在忽悠我啊？总之啊，他已经答应了我们要见面。这个具体的是维特科夫要求普京，对吧？跟特朗普见面，还是普京主动要求提出来跟特朗普见面？这个众说纷纭啊，莫衷一是。这个俄罗斯总统啊，普京他今天啊，也就是8月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阿联酋总统叫扎耶德·阿勒纳哈什，就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一事向媒体表示啊，他说俄方啊拥有很多愿意帮忙组织会晤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就是阿联酋总统。说俄方将决定会见地点了，而阿联酋是适合会见的地点之一。大家看视频啊。Но в свете последних новостей о вашей будущей встрече с Трампом, хотелось уточнить, а кто был инициатором этого саммит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была проявлена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Кто там какое слово сказал первым, это уже н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я. А можете уточнить, Юрий Шатовский, ваш помощник, сказал, что она будет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А где? Хотя бы намекнуть место. У нас много друзей, которые готовы нам помочь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Вот один из друзей, президент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мы решим, но это было бы одним из подходящих, вполне подходящих мест. А что с Зеленским? С ним встреча будет?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что я ничего в целом не имею против,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озданы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А вот для soздания таких условий,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ока далеко. 有一点咱们得承认啊，这个无论什么时候啊，普京面对镜头的时候，他都总是显得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这个确实总是能迷惑特朗普，还有这个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啊。那么根据法新社报道啊，就在维特科夫和普京结束会谈后啊，特朗普就给泽连斯基打了个电话。实际上啊，特朗普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参加这个电话会议的有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莫尔茨、芬兰的总统斯图布、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啊，这里面唯独没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次电话会议里，特朗普和维特科夫向泽连斯基等人通报了本次克里姆林宫会议的成果，当然很可能包括一些公开报道中没有的内容。对特朗普准备与普京、泽连斯基举行3国总统会谈，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表示理解，但强调这场战争必须诚实的结束。泽连斯基发文称
称啊，他说我们与合作伙伴立场完全一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而且必须以诚实的方式结束。多位欧洲领导人参与了此次通话，我们对他们每一位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就莫斯科会谈达成的要点进行了讨论。乌克兰必将捍卫自身独立，我们都需要持久可靠的。俄罗斯必须结束这场由他发动的战争。感谢所有与乌克兰在一起的人们。这个泽连斯基强调啊，欧洲必须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有美国3国会谈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乌克兰一定会拉着欧洲一谈。这个欧洲指的谁呢？上一次节目说过了啊，欧洲已经选出了代表，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以这一次啊，特朗普的电话会议他就没叫马克龙，某种程度上这里面就比较微妙。但是泽连斯基说了啊，欧洲必须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战争是发生在欧洲，乌克兰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欧洲必须参与这一进程。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周四当天，泽连斯基还与德国总理莫尔茨通话，二人在通话中赞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调解努力。德国政府表示啊，德乌2国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德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所以这个特朗普把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代表欧洲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排除在外，打电话都不叫了啊，也说明这个恐怕这次协调啊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因为外界已经有传言，根据波兰媒体啊报道说，特朗普团队向莫斯科提出的秘密提议被泄露，莫斯科收到了来自特朗普圈子的有利停火提议，据称该提议与欧洲大国进行了协调，关键内容就是先停火再谈判。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的，要先停火。第二个是事实上承认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也就是以俄罗斯实际控制的领土为主，但是乌克兰不承认啊，国际社会也不承认。正式领土谈判推迟49到99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到1个世纪，也就50年以后再说了，就俄罗斯站着吧，50年以后再聊。第三个说，大部分制裁取消，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恢复出口欧盟，然后没有北约不扩张的承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这个普京会不会接受呢？这种停火协议啊，实际上就会过几年再一次开战埋下伏笔，也就因为就是先停火，没有达成和平协议嘛，然后你那个乌东4个州是你俄罗斯实际占领，那乌克兰也不承认，然后这个什么制裁取消那无所谓，取消你还可以再接着制裁啊，这都不重要。你看北约不扩张，人家不承诺，也就是到时候乌克兰还有可能加入北约，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这个他也不取消，那不就乌克兰不断的在壮大嘛。所以如果真的是按这个原则去签一个停火协议，那未来2年还得再一次大打出手。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对这次和普京的会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预期，甚至维特科夫这次见普京，恐怕我认为他是没有达到预期。这个普京总是不按照特朗普的套路来走，对吧？你说8月8号是最后通牒，现在已经8月8号了，人家说咱们约个时间见面聊，这一拖又拖过了8月8号，无形中就让特朗普的你那个最后通牒不就一风吹嘛，不就成了一个玩笑嘛？普京来了一个说我们见面聊，下周最快的话下周聊，那下周那已经8月10号、11号、12号，特朗普的这个最后通牒有什么意思？另外，特朗普昨天的维特科夫一离开莫斯科，立马反手就给印度一个教训，给印度加了25%的关税，理由就是印度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石油。结果今天就很多记者就在追问这个特朗普，说你为什么给这个印度加征25%的关税，那也就是50%的关税了另外一个印度买的石油更多，你怎么不加征关税还要推迟90天？大家看视频And as you know, we put a 50% tariff on India on oil. They're the second largest. They're very close to China in terms of the purchase of oil from Russia. But so I don't know if tha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it, but we've had very productive talks today. Indian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buying Russian oil. It's okay. Like China, for instance, It's buys okay. more. Yeah. Why are you singling India out for these additional sanctions? It's only been 8 hours.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over the next. Sanctions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more. So this is a taste of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more. You're going to see so much You were the secondary sanctions. Mr. President, on the India penalties, do you have any similar plans to enact more tariffs on China as it relates Could to their happen. purchases? Could happen. Depends on how we do. Could happen. 这些记者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当然了，这个印度人也很生气我看这个印度官员也在吐槽，说这个特朗普双标说另外一个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比印度多得多，可他们就是说特朗普还给了印度90天的宽限期，这太不公平。我觉得印度人不要觉得这个心里不平衡。特朗普是先叫
各个击破，对吧？先拿印度开刀。我倒是觉得啊，我说个公道，关于这个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这个事情，哎，先拿印度开刀没毛病，拿印度啊练练手，拿脓，杀鸡儆猴。第二个，你怎么着这个欧盟，你跟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该清零了吧？它也快了啊，因为很多合同都是今年到期，一到期就不能续了，都得清零。等到欧盟和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交易还有其他交易清零了，没有了，你这个时候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印度啊大国得找个借口啊，就见好就收了，不要跟俄罗斯接着做了，或者意思这咱们嘴上是不能承认的，咱们坚持这个独立自主的啊这种贸易政策，我们就买它几船就完了，对吧？现在欧盟都还没有清零，你就让那个印度不要买了，那你说不过去啊。毕竟说的是什么无上限，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你欧盟是跟人家撕破脸了，对吧？你跟人家对着来的，完了你还买人东西，这也说不过去啊。咱们形势上还没有跟俄罗斯翻脸，所以我倒是觉得啊，欧盟还有这个印度赶紧对吧，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对吧？另外一个印度也快了啊。路透社报道啊，由于印度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对印度商品征收25%的新关税，说印度的炼油厂正在等待政府指导是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反正印度的国有炼油厂已经暂停进口俄罗斯石油了，但是私营公司啊还摸不着头脑呢，现在还在买，也就等着这个穆迪啊指示到底能买还是不能买。我们再看啊，这个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萨尔和这个俄罗斯的口炮啊，在联合国怼起来了，可见现在受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啊。过去这个俄罗斯的这嘴炮到处放话，好像没人理他啊，没人回怼。自从特朗普啊这个怼了梅德韦杰夫以后啊，这政客们啊纷纷上来怼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口炮、这些嘴炮啊，怼的是哑口无言。这个以色列外长在联合国啊怼这个俄罗斯联邦代表，这个萨尔他说啊，听到俄罗斯代表在这里发言，真的让人哭笑不得。毕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半，期间还对基辅等地的平民进行了轰炸。说这个俄罗斯代表的发言方式让我想起了巴勒斯坦代表。我必须说啊，巴勒斯坦人从你们苏联时代学会了宣传技巧，而你们确实是出色的老师，也就是苏式宣传教育。巴勒斯坦人把恐怖主义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这种方式涵盖了所有巴勒斯坦派别。直到今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然跟恐怖分子所发现的罪行向他们以及其家属发放薪酬，这就是他们至今仍在鼓励恐怖主义的方式。这个用中国话说就是你们俄罗斯啊，现在这个教出来的徒弟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你们苏联人教的，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这个亚美尼亚啊，现在做出了要跟俄罗斯切割、远离俄罗斯的这个决策之后啊，亚美尼亚已经开始在国内啊抓捕那些亲俄的官员。亚美尼亚克格勃在首都埃里温抓捕了之前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总统办公厅主任，还有亚美尼亚统一党领导人等多名政要，他们被指控领取莫斯科资金，阴谋发动政变。前国防部长被捕时高喊：“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做什么？普京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看看这个前国防部长啊，被抓时喊的口号都是苏式口号，就是我是来开会的，你有什么资格抓我？你们做什么？当然了，这个亚美尼亚采取的也是前苏联式的抓捕方式啊，通知开会，一网打尽。这些人就喜欢开会嘛，对吧？一发个通知说，在什么地方开会，屁颠就来了，因为好歹混一餐饭吃啊。结果就为了这餐饭啊，去了就被逮住了。某某同志，你被捕了。说科格勃哼都没哼一声，黑头套戴上，给他插进了车里。连这个亚美尼亚大主教啊也被逮捕，因为总理帕西尼扬说这个大主教是莫斯科的代言人。也就是啊，既然亚美尼亚选择了跟俄罗斯分道扬镳，那亚美尼亚国内的亲俄人士啊，那免不了遭到清洗啊。为了警告阿塞拜疆，这个阿塞拜疆现在动作不停啊，针对俄罗斯的。那么俄罗斯人也很厉害啊，这个普京这玩意儿就是报复不过夜啊，说俄罗斯轰炸了基辅到巴库的天然气走廊，而且熊大火啊，对吧？让你阿塞拜疆给乌克兰卖天然气，先把你管道给你炸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说俄罗斯汽油价格连续第2天创历史新高，原因是2座俄罗斯石油炼油厂停工所致。为什么停工大家知道吧？是被乌克兰无人机炸的啊，炼油装置被炸坏了。周二在圣彼得堡商品原料交易所啊，95号汽油价格连续第2天刷新历史记录，报价上涨至77967卢布每吨，日涨幅达 1.2%。92号汽油也上涨了 1.01%， 达到了67314卢布每吨，几乎追平2023年9月创下的绝对最高值。自年初以来啊，汽油批发价已
已经上涨30%，而且由于市场出现供应短缺风险，这种趋势还可能会持续。也就是俄罗斯作为这个石油储量第二大吧，产油量也是第二大的一个石油大国，居然汽油缺乏，汽油价格暴涨，你说找谁说理去？真正的是抱着金饭碗要饭。你有石油储量没用啊，对吧？你的炼油厂那设备开采到炼化设备都得进口，不是越打越富，是越打越穷。但愿这次特朗普不要被普京忽悠，特朗普不要再被普京的迷人的微笑给迷惑了双眼，对吧？特朗普要认清现实要跟普京接着干。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